起步嘅時候咧，哇，好嘢喎，平排出閘咁滯嘅，咁啊快少少喺內檔嗰邊啊，冰封奇緣啦，咁啊中間嘅無瑕都快嘅，跟住埋緊嚟就女兒節呢三匹喺前面就快啲啦。咁然之後咧大熱門啊，呢匹交換條件咧，暫時喺外碟就未埋到嚟嘅，出邊仲有隻外啲啊鎖定勝局，都想搶前啊。喺佢哋後邊嘅馬咧，仲有一匹奮戰印記嘅灰馬嗰匹啦。咁然之後個馬啦先見到咧就女兒節嘅後邊啦，仲有咧就出邊嘅飛飛花啦，同埋隻至尊女巫之真啊。咁然之後先見到咧，仲有咧就內檔啊艾利世界啦。喺佢後邊就同彩依嘅口哨旋律嚟嘅，然之後就和平視角啦，就和榮譽委員哇飛就係咁落啊，但係好後下拍住飛飛花，暫時係包緊尾嘅。好啦，跑咗大約600米到啦，前邊咧鎖定勝局咧，率先就帶頭啊，咁暫時咧就帶出咗半個馬位到啦。上到嚟第二位係奮戰印記嘅，貼欄第三就無瑕啦，二碟第四就大滿嘅交換條件，咁個零馬位之後就冰封奇緣貼欄第五嘅，喺佢隔離係女兒志嚟㗎，然之後嗰對啦艾利世界咧出邊就至尊女巫啦，再跟住就口哨旋律啊，拍住佢就和平視角嘅。喺尾嗰隊仲係飛飛花同埋榮譽委員啊，頭尾馬距離都7-8個馬位左右啦。好啦，向住就直路進發嘅時候啦，咁前邊咧鎖定勝局咧，暫時係仲帶緊頭嘅，內檔有馬想上嚟喎，就無瑕嚟嘅。咁啊大熱門啊，呢個交換條件咧走咗去跑到個中間啦，呢度上嚟都勁嘅，出邊上緊嚟嘅馬咧，仲有咧就呢奮戰印記啊，最後300米嘅時候啦，前邊咧就無瑕咧就鬥緊呢隻交換條件咯，兩隻宿敵猶豫咯，後邊上緊嚟嘅馬咧就冰封奇緣啊，咁前邊啲交換條件咧呢度一路都壓住咗無瑕，無瑕呢度咧仲頂得最後目標打翻上嚟咧，但係睇個勢打翻上嚟都唔夠啦。個招第一名交換條件，第二名無瑕，第三名咧就冰封奇緣啊，第四名咧睇下係咪口哨旋律啦。大熱門贏馬啊，交換條件啊，擺好前走啊，3、4位二碟排個大外檔，好快 cut 到埋去。咁啊順序12號、7號、1號啊，第四名睇下係咪4號嘅口哨旋律啦。閘前釘甲都冇問題啊。馬佢高啲嘅，對無瑕佢就高少少嘅。無瑕都叫做有1600米嘅經驗啦。冰封奇緣就第3，2號之真啊，艾利世界啊，因為頂帽。